世事沒有巧合，如果你有緣睇到呢個影片，代表你嘅感情煩惱好快會解決，你會好快顯化你心目中夢寐以求嘅感情關係或者理想對象。可能你係一個好成功、好叻嘅女士，事業上已經做到管理層以上，或者你係一個老闆，但係感情上總係卡住，無奈唔多順利。一係就單身冇對象，或者身邊有追求者，質素都係欠佳，總係遇唔到合適啱你心意嘅人，或者你心意嘅人，佢又可能同你暫時又未有下文，甚至你結咗婚之後，婚姻入面都係唔多快樂，反而係孤獨迷失，淨係得責任先至維繫到呢段婚姻，純粹係因為仔女或者你嘅四大長老反對而未放棄呢段婚姻。呢個公益教學都可以幫到你，佢會解開你感情上大部分嘅疑問迷思，而且我哋會提供幾個即學即用嘅方法，幫助你調整你嘅頻率，令到你嘅姻緣運睇完呢條片就會變好。我叫吸引力法則小姐，因為我喺 YouTube 教咗6年吸引力法則，喺呢6年我幫咗超過600位女士顯化咗接近6億嘅港幣生意額。佢哋除咗收入大增之外，或者投資獲利，我哋課程其實咧就出咗10個新娘子啦，亦都有學生咧，佢之前遇到嘅另一半啦係唔為佢付出嘅，上咗堂之後咧，佢嘅另一半係買咗層樓俾佢嘅喎。亦都有學生咧，佢係做咗婚姻輔導啊，都無效嚟上堂，結果佢嘅先生而家變成佢心目中 exactly 想要嘅版本。亦都有學生咧，就係感情上永遠都係成日都俾另一半否定嘅。上咗堂之後咧，佢嘅老公改變咗喎，變得好正面啦，支持佢啦，認同佢，令到佢婚姻啊或者係關係入面可以做翻自己。而我本身咧都係出生喺我父母啦都係離婚嘅屋企入面嘅，而我老豆啦仲會喺我18歲嘅時候都會打我。但係咧，我係冇受到原生家庭影響。而家咧，我同我先生咧已經相識咗19年，我哋啱啱慶祝咗第11年嘅結婚紀念。無數嘅學生上咗堂之後啦，去跟住我嘅系統方法，結果佢哋嘅關係婚姻都係變得更加甜蜜、幸福同埋開心。我可以同你講下，無論你過去狀況係點，一啲都唔重要。只要你願意改變，你就會擁有幸福嘅關係。你而家係唔識得愛自己，所以你未得到嗰段關係，但係嗰段關係其實一路都存在。不過咧，講之前咧，我哋要打破3個女士常見嘅迷思嘅。第一個迷思就係好多女士覺得我離過婚啊，或者咧我年紀大啊，或者我係單親媽媽啊，就好難再揾到好嘅對象。但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點解查理斯有戴安娜，佢會最尾揀咗卡米拉？而且我會答你，你查翻歷史，係卡米拉當初先結婚先嘅，查理斯都照樣等佢。愛情從來同你嘅而家嘅狀況係冇關係，或者同你年紀係冇關係，係同你有冇自信先至係最大關係。喺外國，點解好多女士可能再結婚啊都會更加幸福啊，或者第二段關係更加好？因為佢哋係相信佢哋會遇到咁好嘅。而亞洲咧就好中意同我哋洗腦，就係話你因為年紀大啊，或者你而家婚姻狀況啊，或者有小朋友啊，就揾唔到咁好。所以今日開始，如果你身邊有任何親戚朋友夠膽指指點點你嘅關係啊，或者你嘅姻緣嘅話，你首先要檢視一下佢自己係咪順利嘅先。如果唔係嘅話，我想你做嘅就係每一次聽到呢啲咁嘅諗法，就想像有個垃圾桶喺個腦入面跟住咧掉呢個諗法去垃圾桶掉出街，將呢個諗法同自己講，呢啲諗法係垃圾嚟㗎，鬼佬係從來都唔會咁諗嘢。你要同自己講，卡米拉都得啦，我都得。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啦，好多我哋上堂嘅學生啦，佢哋改變咗潛意識發生嘅事情嘅。我哋有單親媽媽啦，咁佢上咗堂之後咧，就遇到理想對象有2個以上嘅。
咁你可以睇到佢哋嘅分享啦，亦都有同學咧上咗堂之後咧，佢有勇氣去結束唔愉快嘅婚姻，亦都有同學上咗堂61歲未畢業就遇到男朋友啦，亦都有同學50歲遇到新嘅對象。所以咁多成功嘅發生喺香港嘅案例，我想同大家講，話俾你聽就係年齡婚姻其實或者你而家嗰個感情狀況啊，或者你有冇小朋友啊，都唔係限制。真正限制你通往幸福之路嘅係你嘅信念係你嘅自信心。第二個迷思咧就係好多女士要覺得要自己好靚、好溫柔脾氣好好先會遇到好對象。尤其係工作上好強大嘅女士，你工作壓力已經好大啦，你邊有可能隨時隨地都好好脾氣係嘛？但係可能去到感情關係啦，你就會變得好鵪鶉、好聽話，因為你好驚，如果我好似做嘢嗰時嗰個樣會嚇親佢，段關係就會斷。呢件事我會答你，如果嗰個男士係渣嘅，的確係嘅，因為渣會覺得你溫柔體貼咪容易控制咯，係咪先？但係真相係，如果一個男士佢本身條件好好好成功，佢反而中意一啲好有主見、好獨立，甚至有啲攻擊性嘅女士，因為攻擊性代表你有強大嘅自信同生命力。舉個例子啦，就係鄧文迪或者係Jeff Bezos 而家嘅太太 Lauren Sanders 都係嘅。你要諗下點解你事業成功啊？因為嗰個時候嘅你係做緊 exactly 你自己啊嘛，係咪先？你感情上都唔係做緊自己，嗰個頻率唔夠高嘅。咁當然我唔係叫你要向你男朋友亂發脾氣、無理取鬧，呢啲一定對方會扣分，扣下就離開你。你只要係道理喺你度，據理力爭嘅話，你做翻你自己，甚至乎係好惡對對方，對方反而會驚咗你，佢會尊重你，更加想留喺你身邊。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感情上唔係話好乖好聽話就會幸福，反而你越做自己，甚至有啲惡嘅話，你會更加幸福㗎。同你講要溫柔嗰啲，可能自己都未結過婚嘅，大家唔好再信佢，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好惡啦，同埋我脾氣都麻麻地好。第三個迷思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咧自己吸引嘅男士咧會同爸爸有關嘅，但事實上啦，我教咗好多學生，我會答你咧，好多學生可能佢同爸爸關係係完全 OK 冇嘢㗎喎，但係可能佢感情上仍然面對一啲唔順利嘅。因為真正影響你關於感情嘅咧係媽媽，媽媽由細到大照顧你嗰種言行舉止咧，會令你定義何謂愛嘅。如果媽媽係一個好強大、正面支持你嘅人咧，好似谷愛凌咁樣，其實佢父母都係離婚㗎嘛，佢都係父親缺席嘅時候長大，但係唔影響佢嘅成就。佢亦都而家有好愉快嘅感情關係，一樣係好自信、快樂、有能力，因為佢媽媽俾咗佢無條件嘅支持，所以爸爸其實喺一個女仔嗰個婚姻狀況咧，影響係唔大嘅。但係如果你媽媽喺一段關係入面佢自己都係比較負面或者佢好中意鬧爸爸或者係佢自己都係好缺乏安全感咧，好多時佢嗰種頻率係會影響你嘅。根據多項神經科學研究啦，人嘅潛意識咧喺7歲之後定型㗎啦。喺呢段時間啦，你會觀察照顧者啦，佢哋點樣處理情緒愛責任嘅。慢慢呢啲事情咧會內化咗，變咗你嗰套潛意識處理感情嘅方法。當你大個嘅時候咧，好多時你都會吸翻一個同你媽媽好類似嘅對象。感情唔順利女士啦，常見嘅4大原因嘅。第一種情況咧，就係你有一個 control freak 嘅媽媽，
佢對你管教非常之嚴格。舉個例子啦，你100分考90分啦，佢都係唔會讚你，佢會問你點解唔係100分，或者佢對於你言行舉止啦，都係管教得非常之厲害。例如啊，你着咗拖鞋行出睡房，就會俾佢鬧甚至打嘅。如果你父母好聽，佢哋覺得咁係有家教啦，但實際上佢咁樣做咧，細個嘅你會覺得我做極喺媽媽心目中我都係唔夠好嘅。我一定要付出好多，我一定要做到完美，先會得到愛同認同。呢件事喺事業上咧係好處理嘅，因為你將一件事做到極致，咁代表你事業咧係好容易會成功。但係如果感情上咧，咁嘅頻率好容易都會遇到啲對你好高要求啊、好批判型啊、否定你嘅另一半嘅。你會可能俾佢精神打壓啊，好容易陷入一啲叫做 abusive 嘅關係度。而第二種情況咧，就係你物質係唔缺乏嘅，你屋企係小康之家啊，或者係都物質應有盡有嘅，但佢哋因為俾到物質你啦，可能佢都要成日都去返工啊，或者做生意，佢就好少會陪你或者缺席你嘅童年。即係可能你星期日啊，可能同啲工人過多過同屋企人過嘅。咁樣情況咧，你嘅潛意識咧，細個會覺得自己係唔夠錢重要嘅。同樣咧，你都會可能有啲諗法，就係俾錢啊，俾物質就係愛。長大之後，你想透過咁嘅方式咧去吸引對象。好多時你會吸引一啲啊睇中你收入嘅男士啊，因為你可以同佢一齊供樓啊。或者係當你係搖錢樹啊，可以問你借錢，甚至乎呢一種類型嘅女生咧，好容易咧網上被詐騙啦，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嚇。第三種情況咧就係，如果你媽媽或者外婆嗰一代，佢哋嘅婚姻都係唔順利嘅，或者佢哋有第三者介入啊，即係可能你會有多過一個阿嫲啊，或者佢哋多過一段婚姻。或者上一代佢哋都係好辛苦啊，自己可能有老公等於冇老公，要自己養大仔女，過度付出嘅呢種會產生一種家族嘅頻率，或者你叫祖先業力啦。咁潛意識咧就會好多時咧 repeat 翻佢哋嗰個命運嘅。咁另一方面你會講啦，我可能父母啊或者上兩代都 OK 嘅喎，點解我而家唔順利？或者有第三者啊，我嘅關係，你要留意一下，你會唔會係工人湊大嘅嚇？因為好多離鄉別井嚟香港湊大你哋嗰啲工人咧，可能佢喺菲律賓啊、印尼，佢嘅感情狀況啊都唔係咁好嘅。當你細個俾佢湊大，你嘅能量係最俾佢影響，你嘅信念系統都係最被佢哋影響嘅。你長大之後就可能吸引翻啲類似能量狀況嘅人士，或者如果你細個屋企人係成日都換工人嘅，你就會發現啦，你嗰啲關係咧係好難 keep 得長嘅，因為你好缺乏安全感。你嘅照顧者成日都變嘅話，你係好缺乏安全感。呢件事係全亞洲我第一個提嘅嚇，因為我哋真係處理過好多唔同嘅例子，我哋發現有啲同學屋企中產小康，點解佢會遇到啲第三者或者唔順？因為照顧佢嗰個係工人嚟嘅，佢 copy 咗嗰件事。後來我哋同佢咧就將業力清咗啦，佢就開始遇到理想嘅關係啦。第四種情況咧就好正常嘅，人係點啊？吸取教訓㗎嘛，見過鬼怕黑。如果過去你被感情 hurt 得好犀利嘅，呢個潛意識就會阻止你再受傷，因為佢擔心你進入新嘅關係又受傷啦。你個腦入面會唔停咁播翻可能過去受傷啊嗰啲感受啊嗰啲記憶噶嘛，佢會令你表意識 OK， 我想有新嘅戀情啦，因為我身邊啲朋友結晒婚啦，因為我都有新嘅戀情啊。但係你潛意識驚你受傷，佢就會擋晒所有新嘅桃花，即使嗰啲係好嘅桃花。所以亦都解釋點解你開始打扮啊，開始去上堂啊，睇晒所有戀愛 YouTube 嗰啲戀愛教學啊，睇書學啊，你發覺嗰啲咩約會技巧都係冇用嘅，因為你敵唔過你潛意識㗎。
你表意識話我想識新嘅對象，你潛意識話我會受傷嘅喎。所以呢一度都係會令到你可能感情上未有着陸嘅原因。我哋過去有同學可能10年感情空白，就係因為佢個創傷未被處理啊嘛。如果睇到呢度你覺得震撼嘅話，請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一啲需要呢個資訊嘅女士，因為我發覺喺香港係好缺乏正確感情教育嘅資訊啊。每一個女士都值得幸福被愛嘅關係同埋正確嘅認知。當你傳遞呢一份信息，你自己嘅姻緣運都會變得更加好，你運氣都會變得更加好。另外，你哋都可以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領取價值500蚊嘅潛意識吸金攻略啊，做個事業愛情又得意嘅女神。好啦，而家咧我哋就會俾4個方法嚟嘅，話俾你聽點樣可以即學即用去提升你嘅頻率。第一個方法咧，就係你要向一啲感情成功嘅女士，你要揣摩一下。譬如即係舉個例子，雙天娥女士啦，佢都係50歲結婚噶嘛。你可以睇下佢嘅訪問，佢嘅思考啊，佢嘅諗法係點樣嘅。佢會覺得年紀從來都唔係一個問題。呢啲係你就可以學習啦。你去睇好多成功例子啊，例如George Clooney 嘅太太 Amal Clooney 都係接近40歲先同 George Clooney 一齊噶嘛。佢係一個好發光發亮啊，可能係一個律師啊，好自己都好有自信，好事業成功嘅人。你多睇事業成功嘅人，原來咧係會唔需要屈就自己嘅喎，佢係會揾到更加優秀嘅男士嘅喎。甚至乎係睇好多有啲女士啊，可能佢女明星啊，佢可能第2段婚姻啊，比而家更加幸福嘅。當去睇呢啲嘅時候，你嘅潛意識就有證據，原來真係佢哋呢件事係真嘅喎，你就唔使夾硬逼自己去相信啲正面嘅事情，而且你要揣摩呢一啲可能感情上成功人士嘅諗法啊、行為啊，慢慢你自己感情運都會提升嘅。方法2咧就適合可能而家感情上受傷嘅女士啦，就係去追星啊。追明星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好低風險嘅嘢嚟㗎。你可能去參加嗰啲聚會啊，你會開始發現自己由缺乏愛變咗去給予愛，咁樣你嗰個行為就會開始改變你嗰個頻率，令到你發出愛嘅頻率。另外亦都可以去一啲係持牌嘅慈善機構啦，一啲正規嘅慈善機構啦。總之入面啲人係正面做義工嘅，因為當你去做義工嘅時候，其實你都係給予愛，最快去改變你頻率，唔係你諗幾多嘢，而係你個行為要改變。無論去追星啊，或者係做義工，都係可以好快將你嘅頻率由缺愛變咗給予愛。因為只有給予愛嘅時候，你就係一個女神嘅頻率嚟嘅，你會閃閃發光。好啦，你個頻率調整咗啦，你嘅姻緣運就會好，或者係嗰啲圈子度你就會識到新嘅人。第3個方法就係唔好再算命嘅結果啦嚇。好多我哋學生一上堂就話：哎呀，我點解會成日都遇第3者啊？或者點啊？佢話因為睇相話我係2拉命啊，爛桃花。我話你做乜要信佢哋啫嚇？咁當然啦，佢哋講嘅唔係話唔準，而係佢係講緊你人生其中一個版本。喺你感情棘住嘅時候，去揾佢哋嘅話，咁嗰個版本自然個上司咪話：你而家感情有問題，係嘛？咁但係呢個只係你人生其中一個版本嚟㗎嘛。我哋有學生啦，洗咗啲有毒嘅記憶啦，唔再相信可能嗰啲算命結果之後啦，去揾翻同一個算命師去算，嗰個算命師會話你嗰粒唔好嘅，即係可能星啊，你嗰個咩紫微斗數嗰粒唔好嘅星冇咗啊，你會發現唔係佢哋唔準，而係佢哋講係你人生低頻率嗰時嗰個版本。你嘅責任就係透過改變潛意識。你個頻率改變咗嘅話咧，你嘅人生版本變好咧，到時你就冇咗嗰個感情嘅煩惱。最緊要一點就係第4點啦，就係專注翻你自己啦。你而家咧係將過多你嘅注意力、能量啦，用喺可能感情身上，所以佢困擾你。俄羅斯吸引力法則呢啲叫過多能量啊嘛，係咪先？
你責任咧就係專注翻你自己。你越唔需要對方令你完整，因為你本身就係完整無缺嘅。你越唔在乎對方，唔當感情一回事，你會發現啦，呢件事咧就好快會有轉機。長遠嚟講，你都係自己個頻率改變啦，對方先會改變嘅。你要明白，男人咧係好現實嘅，佢會為你付出，佢會對你好，係點解？因為你喺佢心目中係要有價值，所以你只有不停咁樣提升你自己對自己嘅睇法、自我價值，成件事先會扭轉嘅。好多時我哋亞洲人由細到大都被洗腦，女士要以家庭為先啊，女士要以仔女為先啊，要以另一半為先啊。好多時我哋都係忽略咗自己，我哋係冇善待過自己。我哋經常咧就係以人哋為先啦，我哋永遠再忽略自己感受，特別係我哋內心嗰個7歲受傷嘅小女孩。所以我誠意邀請你嘅就係嚟做一個諮詢，睇下你潛意識發生咗咩事嚇。我哋嘅助教經驗豐富，佢哋幫咗幾百個女士去做諮詢，佢哋會好快揾到原生家庭對於你有啲咩影響，令到你嘅感情卡住，或者令到你事業上卡住、生意卡住嚇。呢件事我哋係絕對會幫到你嘅。當你知道原生家庭對你嘅影響啦，或者有啲咩祖先業力啦，咁你就會知道人生下一步可以點做。佢哋亦都會提供一個藍圖話俾你聽，你點樣一步一步可以解決到呢件事情。同埋你嚟做諮詢啦，我哋會送翻你一個4980蚊嘅工作坊。呢個工作坊入面咧會幫你清除一啲關於錢嘅有毒信念啊，會幫你校準直覺，同埋會幫你咧去解讀翻可能你潛意識吸金報告一啲細節嘅。咁你有感情好好啊，但係女人始終都係點啊？有錢落袋或者自己荷包充足嘅話，安全感就會滿滿噶嘛。咁所以女人嘅底氣，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自己嘅錢嘅，自己收入增加係最重要嘅。感情上呢樣嘢啦，就只要透過發掘下內心有啲乜嘢障礙啊，而你到時先決定去唔去處理佢咯。快啲嚟做個諮詢，只有你足夠愛自己，給予自己正確嘅知識，提升自己認知，提升自己價值，你會喺另一半心目中可能個頻率提升咗，咁對方咪自然會尊重翻你咯，係咪先？我想同所有女士講，你哋都值得擁有一段令你安心、被尊重同做自己又可以一路成長嘅關係。記得啦，唔好收埋自己，你值得俾人哋去支持你行呢個旅程㗎。拜拜。